咁多位阿豪啊，最近多咗好多私信問我，豪哥，日本有地震又無差別殺人，你嗰邊點啊？危唔危險啊？快啲翻嚟廣州啊！快啲離開日本啊！成咁，哇！啲私信爆晒。首先，南海大板塊大地震呢樣嘢呢，其實舊年就開始講噶啦。日本成日地震，大家都知噶啦。我嚟日本之前都知噶啦。琴日長野先震完5級，我呢都習慣晒噶啦，日震夜震。其實呢個南海呢個板塊大地震呢，係預測30年內，有可能聽日，有可能下禮拜，有可能下個月，有可能下年。幾時震唔知，但係發生幾率80%左右，呢個係真嘅。但係講真啦，都係嗰句啦，小震唔使走，大震走唔到。地震呢樣嘢呢，其實都已經睇淡晒噶啦，因為我日本11年，咁啊基本上咩震都試過。再講下呢個無差別嘅殺人事件，有幾單呢？其實係舊年嘅，有幾單呢就係近期嘅。日本其實人口都唔少嘅，億幾人啊大佬，咁多人口嘅一個國家，多多少少都有啲犯罪事件㗎，冇可能100%安全㗎嘛，係嘛？世界啊邊度都多呢啲咁嘅事件㗎啦，都係個別分子嚇，個別嘅例子。呢啲嘢就因為知㗎啦，5·1黃金週前多多少少都要係嘛，噏幾句等你啲友仔係嘛，明嘅就明嘅。當然亦都有啲朋友咧同我講，豪哥呢樣嘢我唔係好擔心啫喎，我下個禮拜飛日本㗎啦，成咁，反正自己選擇啊。我喺呢邊咧一切正常，乜事都冇，所以大家都唔使咁擔心。但係咧，我老豆老母咧都冇問我地震有冇事啊？喂，殺人喎，你仲唔翻嚟？我老豆老母從來唔問我啲嘢㗎，反而就係啲朋友啊粉絲多走嚟私信問我，豪哥啊，你快啲翻嚟啊！日本呢邊好危險啊，成咁，多謝你哋嘅關心，但係真係乜事都冇啊！ Nice。呢度係前方報道記者豪哥喺日本現場嘅報道。接後來咧，大家有咩想問嘅、想知嘅，隨時可以聯繫我吓。係咁先啦，拜拜。